介绍一下，我姓江啊，我在台北一般的啊，在行政院也只能委员会啊就职啊，因为也服务了很多年了啊，所以说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对人生的另外一种学习的啊，或许是这个跟着在泸州我们的道场是连的啊，是华裔朋友的泸州的道场。那因为听说我们冯检恩师要讲这个《金刚经》，的确啊，一提到要讲《金刚经》，就觉得不简单，因为《金刚经》的确是一部非常深奥的经典啊。虽然我今天来报告一下我今天所听到的一些心得，真的我们很感佩这个我们冯检恩师的用心，他所讲的这些《金刚经》啊，他不是只讲《金刚经》，他把心经都讲进来。很多的经典呢，其实我也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苦集灭道还有实相，因为所看到的一些一些经典，其实我们都是或许都还在学习，所以我们丰田是能够把《金刚经》这个经典讲的这么顺，这么淋漓尽致呢，你真的用了很大的功夫啊！因为能讲《金刚经》的，真的就是不简单啊。所以说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已经讲了23分静心行善这个名声。其实我看了经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讲知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所以如果只有在文字上面去得知但是你如果不去做的话也都没有用。就像我们在讲到道一样，我们知道了我们得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去行道，也是都是空口，没有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两腰对吧？我们应该要身体力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感亏欠，所以咱的来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去把这个道理把它正的，我们把它做得很好我们才能够自己能够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今天很谢谢我们冯检师为我们来把这个《金刚经》能够诠释。虽然我第一次参加，但是我讲的我看了，我真的是很佩服。谢谢，谢谢。这个大伙非常珍惜基本上来讲，或许是一个幼稚园像这个幼稚园因为或许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里是乡下真他多了那或许讲师都在骗这些什么所以今天看到我们大的江先生的基本上来讲是你常会如果是真的讲经说法来讲，你或许也只能及格。能够不塞列不塞列，所以因为或许就冒昧的今天大伙要来，或许都长往出口。我说为什么今天两位大伙要来？10位方面，你或许讲一下，要不然或许要心理准备一下。这样是好，这样是好，因为这个叫初级检查看或许很多。开个玩笑基本上因为知道的，我们的金大夫人会是要住在厦门，回来还是会回到厦门？知道。之
在台北，那现在已经回到台南了，定居现营。哦，是这样。那现在多久了？1年多久？1年多久了？1、2个月。那有时间就多出我们来，我们来共学吧，来学习。让方面我们有大的来共襄盛举，好不好？我们9月24号会单位外从的有一个蔡长军，两个是吧？那个是他的名嘴啊，那个是陈道陈大一个教授要来讲课，9月24号，因为看下眼我们的林正浩就把我的先将他的夫人的地址、自己电话把它记录起来，他有电话，看谁要联络所谓知道那就我们这里有帮，那就我们这是一个联络。但是共学没有关系的共学应该没有关系因为见到知道。对的，见到知道，因为是在从我们一个县都是意思是地主是指衣食住行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因为24号蔡长军蔡教授要讲课因为他讲的很活泼，他讲课我相信没有人会睡觉的所以能够来听这堂课很好。那我们请我们的江哥的夫人2个人来参与，邀请你们再谢谢，好吧？好，那我们最后一个来分享，那我们的晚上的一个课程，大家借过来看吧。我们监督组长他是在西宁开汽车修理厂他是汽车定位的他是一个组长，是很诚心的来。记录了之后。